派出的团队哦，就第一名，咱来听听看哦。欢迎江岸唱好了哦，来，你们唱讲西北海岸是不是？不是你们那个西北海岸不是吗？掌声响起，不是，掌声响起，哦，掌声响起，好，大家好，那个现在是那个来秀门先唱好了哈，他要上掌声响起，大家认得秀门吗？秀门就是我们的前理事王柏松的太太哈，她也是一直长久以来都是负责北区卡拉 OK。王柏松先生过世以后，何秀满就接着一直照顾这个北区的卡拉 OK。那么现处卡拉 OK 人同他随时盖联络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请那个秀满掌声响起，来，我们掌声给他鼓励。谢谢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唱的，大家一起唱，因为这个太好，我们会唱的一起唱，给他加油哈，因为他也是临时和我抓出来哈。不知的舞台。
有实力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谢谢谢谢。好，你回来搞，所以他可以救后。